先开始来关心有个登山客1月2日对新竹尖石出发去爬大霸尖山，其中有一个查某山友对无着灯，尾也行到无去，全失踪。新竹县的消防局有派人去找，目前是还未找到。随望救援的状况无啥乐观，也毋过救援人员并无放弃，希望会当赶紧找到人。很好，très好。救援人员沿着正急的山壁向下骹落去，涂骹踏的拢是雪。 每一步拢爱正注意，若无会发生意外。冷，有建筑林，有树，这边的体感比刚刚上面又更冷。新野白女山友伫咧大霸尖山失联，因为天气歹，涂骹拢是雪，互救援工作更加困难。直升机对天顶西救援队所求的地点，自原本雪无做山路开始，向深山行，雪就愈来愈深。 就会靠着看守啊，一个冰料，才法度继续向前行。下雪以后，我们在搜索的时候，最大的问题是雨雪交加，就是下雨，天气就变得非常的恶劣，而且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建筑林里面去钻，要找寻的时候，全身几乎都会湿掉，会让所有搜救人员陷入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状态。搜救困难，进度慢，而且可能还会落雪，可能会甲失联者的脚链感觉拢无看。 虽然情形无啥乐观，不过搜救队伫低温之下，也是继续找人，希望会当赶紧甲人找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